好，1643年6月30这一天吼，因咧询问一个，我袂记得伫倒，敢若是伫安南迄边，就是越南迄边掠到的即只船顶头的西班牙的神父吼，因咧问伊一寡问题吼，咱电话看第10题吼，拢总敢若是20几题。好，第11题，希腊人逐年载运去马尼拉的商品甲货物是啥物？是毋是拢有得到好的利润？马尼拉的各种日常用品是毋是每一年拢由因家己供应，由因即个西班牙人供应的？啊，若无是对倒位供应的？回答：如上所述，因载运各种粗货甲幼货去遐，相信是有得到好的利润。烧麦、饼干甲面粉是由当地生产。旧年烧麦一担卖到24里尔，因为产量少，即马阁因为数量增加，所以降价啊。添加水吼，添加茶啦。第12题，最近吼有啥物船对阿卡布果去遐？即毋知啥物所在吼？阿卡布果载啥物货去？啊，敢有载援军吼？支援的军吼？回答讲，旧年有2只船载真侪军、甲士兵、甲其他的人去，但是毋知影偌侪人。即马还阁咧听候第2只船吼。听候2只船吼，毋是第2只船，2只船。第13，今年敢有对马尼拉派援军去即个千拉队即个所在吼？用啥物船？船里还阁载啥物物件？对千拉队敢有传来迄边的状况？是毋是由迄边的驻军老手？如此，安尼。迄边诶，西班牙军队有偌侪人？是毋是有充分的日常用品甲足见用诶枪支吼？合约吼，即拢咧做即个情报啦吼，收集情报。回答讲，今年有一只加石船，甲一只细只船叫做帕达杰船吼。因即种船的种类啊，我学白念啊，其实我嘛毋知这啥物船，伊也无注卡啦吼。讲今年有一只加石船，甲一只帕达杰船对马尼拉去千拉队，显然荷兰人和西班牙人中间的征战会告一段落。若是讲到兵力、粮食甲枪支合约这代志，伊毋知。14。最近敢有船只对澳门去过遐？载啥物？有载啥物消息去？有带啥物消息去？一年有偌侪船只去遐？载运啥物物件去？回答：今年无船只对澳门去马尼拉，因此其他的代志伊毋知。毋过伊讲有80个西班牙人对马尼拉坐2只。葡萄牙的纳维腾船去澳门，因伫咧今年的5月啦，应该毋是今年的5月，写今年的5月，因伫咧今年的5月到遐，由东关 Cloudy， 伊即个人名吼，由东关 Cloudy， 应该是东焕吧，应该是，好，西班牙应该是个东焕才对吼。东焕 Cloudy 甲一位马拉加长官的秘书，含一位西班牙神父陪同前往，要去澳门遐说服葡萄牙人顺服西班牙人。结果如何，还未接到消息。
第15，因是毋是已经知影贵人去用抢去互人夺去抢去啊？吼，当时知影对何种状况来知影，反应阁是安怎？回答讲已经知影，有一只细只船坐24个卡卡健人甲班班价人，伫个15天来到卡卡健，伫个11个该消息才传到马尼拉。马尼拉的西班牙长官毋相信该消息，毋过因为希腊人继续拢咧安尼讲，又阁无准时来到，无准时来，所以就只好相信啦。第16，当时第一只航船驶离马尼拉，有偌侪航船出航，再有啥物好问？回答：毋知影当时出航已经出航的袂超过2只，其他的航船拢去阿卡普斯听候阮，以便伫个8月或者是9月对遐出航。即嘛6月对吼。第17，本季节或者是今年以来，敢有对马尼拉派神父去过日本？有几只航船已经去过日本？回答讲，这代志毋知。对卡卡健去马尼拉的无耶稣会教士，因为伫卡卡健无耶稣会教士，到马尼拉了后，也无听讲即种代志。伊对马尼拉要转去卡卡健的时阵，对一个有对一个讲，一个是对卡卡健前往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伫遐听到讲，有4个耶稣会士坐一只航船航往日本，但是毋知影讲是毋是有其他的西班牙人同齐前往。第18，该船再有啥物好问？是毋是还阁有其他耶稣会教士以后要去？又阁因是毋是知影讲伫遐即寡人会去用折磨欺负？因敢袂惊讲派遣遮尔搁较侪神父去遐？敢袂惊吗？回答讲，毋知影即寡代志，但是掠准讲，迄只是送神父去的时阵才会发生。讲到被欺负，迄是知影啦，嘛愿意继续去遐，只是马尼拉的长官毋准去。第19，马尼拉敢有接到司机主教，就是布鲁塞尔的主校的死亡的消息，就是有一个司机主教死亡的消息。会对注脚第3，我看觅，讲是名叫做 Ferdinand van Oostenrijk， 是 Philips the Third 第3。菲利普3世的第3个后生，西班牙属下的荷兰主校。第19题我阁念听。马尼拉敢有接到司机主教，就是布鲁索的主校的死亡的消息？伊的继承人是啥物人？回答：这代志是对前仔地来的批信遐听讲，但是袂当相信。第20题。因敢知影讲荷兰甲葡萄牙已经缔和，即个代志对因敢无造成大的改变甲担心吗？回答讲，即个代志是听过有人传说，但是袂当相信。若是真实的代志，若是真正的代志，国王嘛会对葡萄牙报复，因为法国甲英国以及皇帝拢徛伫伊迄边。第21，伊是毋是也知影一寡墨西哥甲附近地区来的消息？伫遐的西班牙人的兵力有偌济？墨西哥建造了啥物款的城堡？回答讲，遐无要塞，只有伫两个海港派兵驻守，一个海港用来航往西班牙，一个用来航往马尼拉。
第22题，即寡所在的粮食甲枪支火药是毋是拢充足？因的军队要安怎部署？每一个驻军有几门大炮？回答讲即寡伊毋知。23，对马尼拉去的人做啥物交易？伫遐有啥物商品？是毋是值得运搁较侪资金去交易？回答讲，载各种希腊的产品甲香料，特别是蜡啦吼蜡，去遐交易银甲珠宝。好，下底线接日兰遮是日子1643年6月30号一条吼，6月30号最后剩两纸吼。讲今仔日派平常的信册做3版，送一寡私用品去芒港，并且送指令去予中士汉斯乌森伯格，命令伊致力伫修复维里辛根即个碉堡，参阅今仔日的书信谱仔。好，6月30总算读了吼，过来7个啊吼。哇，7月嘛好长的啊！1643年7月初一，透西南风，乌阴天，有时落雨。早起呢，派细只船去撞前来迄只大船野。下晡，议长 Jan van Elserac 坐迄只小船转来，伊讲。伫伊航王东京的途中，即东京是越南的东京。伫伊航王越南东京的途中，真意外呢，伫今年的5月26号，伫居干河的对主口，我看嘛啥物河？居干，写讲就是宜安河吼，应该读做宜安河吼，是伫越南沿海约北纬18度的所在吼。宜安河，讲真意外呢，伫今年5月20号，伫宜安河附近啊吼，拄着快艇 Kiev 号、Nachtigal 号甲 Wakende 宝叶号吼，这是议长 Jan van Elserac 所讲的吼，对下设商务员 Isaac Davis 听讲，伫咧3月31号到4月初一中间的暗时啊，第3月对到4月初啦吼，舰队指挥官 Lamotius 对宜安河头前的 Frakachi 岛下面者坐快艇 Widens 号改动 Kiev 号甲 Nachtigal 号停泊伫遐。讲舰队指挥官坐的即只船啊吼，伫咧 Frakachi 号岛即粒岛的即个遐下远遐用旁出航，点起一杯好。就驶往即个海上，上述的快艇也拢准备好要倒即只航来出航，但是 Kiev 号袂当像其他的船只安尼真紧甲定扭起来，因为技术歹啦吼，而且去电着该船的迄个带舵吼，因为强烈的暴风，就是伊要定，结果定去电着舵啦吼，电着带。因为强烈的暴风呢，所以被飘去上述该号，就是宜安河的沙洲顶头，对遐被非常大海涌该扫去弄着陆地吼。伫遐海水退掉的时阵，会当脚面担水的来行路吼，就是海水退的时阵，就规打去吼。
迄到位啊，船已经踮咧吊伫遐吼。上述即个 Isaac Davis 顶头念一堆名，其中即个人吼，我已经袂记啊，就是下设商务员啦吼。上述迄个下设商务员吼，Isaac Davis 吼，伊坐我看的boy号已经准备好要航往什么所在？航往卡肖吼。讲伊即个人，伊即个下设商务员真熟悉迄遐情形吼。所以，就该动迄寡表现了非常无情愿的东京人，就越南人吼，全力设法甲迄只快艇搁再塞去水较深的所在，然后才要该动即个拿切到号吼，启程航往巴达维亚。所以，即个拄则讲即个下设商务员啦吼，也是安尼按算的吼。上述即个 David 就是下设商务员 David 吼。就坐Weekend 的boy号航往卡肖吼，就是越南河内吼，河内啦吼，河内啦吼。即个地名写一个罗马拼音，伊叫卡肖。到位了后，就向国王控诉上述迄寡无情愿帮忙将快艇塞去深水的东京人吼，伊就去投国王啦吼，即个越南东京人无配合吼，国王甲因讲，上述快艇又搁来Louvresellen 岛，就是叫做海賊島吼，骨头写海賊島吼。讲上述快艇又搁来海賊島即只艇泊，准商务员叫做 Bronkhorst， 就命令即个 Davis 就下设商务员吼，命令即个 Davis 坐Wacken boy号去上述迄个所在，迄个所在应该是讲海賊島遐嘛吼，要去担任伊伫该船顶的任务。伊来到迄个所在，看到该船当要离开，但是因为因的意思是，若袂当航往因的目的地，就爱搁再去转去遐。后来果然无法度成型，无法度成型啦吼，无法度去吼，所以佫转来该厝。上述的快艇佫再来伫个顶面了后，真是你写啥拢看无。所以已经代志已经足复杂的吼，结果我佫看袂你写啥。话哩就是因无法度，若行袂到，因就爱转来原本出发的所在吼。所以就将此事甲国王讲，国王就派迄个下设商务员 David 坐迄只快艇。搁再去遐，即只对只快艇，我都毋知吼。命令伊去倒位啊？哈，是去迄个海賊島遐嘛？命令伊该动迄只船，共同做航往泡锦河，即款用罗马拼音的吼，泡锦河。国王就伫个5月23号带领规只加勒岩船吼前往。并且希望共5月26号，伊的舰队全部拢会去遐。因此，上述的迄寡快艇拢只好留落来。上述的下设商务员 David 也因此改动迄寡快艇前往宜安号，就踮咧遐吼，和议长 Jan van Elserac 见面。哇！讲遮做足复杂，遮尔多地名、船名，拢罗马拼音哦，记袂起来。国王带也未了吼，故事也未讲煞，继续吼。国王带伊做太子的后生，带领20万人要去对抗江南人，并且带领中尉 Baron van Kulenberg、将旗官 应该是 Michael 吧 ，Michael Treshart 和大江 Arendt， 原文空白 ，Arendt 名写一半就对了吼。和大江 Arendt 同齐去，为着要经过即寡人吼，用阮会和因的语言吼，尽量来和 Bronkhorst 来相谈。Bronkhorst
Bronckhorst 这个人应该是指国王啦，吼，该国王，毋是 Bronckhorst 吼，是这个国王拍算讲，如果到6月中巴达维亚的军队还毋来，伊就无爱阁等落去，要开始攻击广南人。伊就是为着这个目的来亲自前往战场。伊还阁留落来，甲命令留落来，互因迄寡大官讲，伫巴达维亚的军队到位以前，不准米尔们互离开。关系到无益，因为国王的离开，道路变甲无安全，所以无益就衰退落来。Isaac Davis 就是下设上务员出发前往北平的时阵，就是伫1个月前吼，营业额还阁有2万两银吼。即嘛因为上述的理由，一定会困难起来。而且我方的人因为国王的离开，真受困扰，贸易也真受限制，而且被恶劣对待。国王离开去倒位啊？读到啥？哦，这读到，因为我实在读无吼，我著爱困。安尼就讲啊，遮复杂着吼。好，上述的下设商务员 Davis 也甲一寡情形向商务员 Bronckhorst 报告，并且将伊阁下应该是指巴达维亚的总督将这个巴达维亚总督对伫广南人作战的意向，甲决议甲伊讲，应该是下设商务员 Davis 甲这 Bronckhorst 讲甲批示的草本嘛交互伊。爱伊为着公司爱尽力协助国王，并且该国王来保证，一定会有充分的资源进来。上述迄寡快艇配备无多，因为对要再去互上述米尔曼号的粮食当中摕一部分的粮食，还阁派遣几个主管航往国王遐劝勉因爱互相团结合作，然后伊继续航往 Paleniland， 伫5月30号到该岛。该岛注卡我看嘛，第4。这注卡是敢若物件偏好尔吼。随着派遣船长巴道坐小艇去上岸迄暗因转来报告讲，伊一起山，每一个人都拢倒转去因的村庄去，甲迄个号甲点起来迄号是警号啦警告的号。摕武器来对付我方的人，无允准我方的人来接近因做有形墙的村舍就是迄个村舍有用墙围围起来啦迄时因当中有一个人来问，因想要啥物？上述的船长回答讲，要来摕几封要交互荷兰的主管的批示。因就讲，因毋捌阮所讲的话，必须爱带一个翻译员来。看起来，迄个国王的官吏明仔载袂来啦即个官吏，迄个国王是奉命要早批去北平通知船只到位的这下面的国王飘过来。好，咱继续读了。读到对。好，所以呢，决议就为着要
省时间啦吼，就爱派遣下级大工 Adam Davis、该当助理 Samuel Roth 和7个水手坐小艇去卡秀吼，卡秀拄则讲是河内嘛吼，去通知商务员 Bronkhorst 因已经到位啊，请伊尽量较紧来指示以后应该按怎来处理阁下的事务。因就伫咧5月31号带着物件出航前往迄个河内吼卡秀。中昼上述的官吏来船顶，乃将上述的物件的抄本交互伊转去早摕转去互即个 Bronkhorst。同时为着要鼓励伊搁较用心帮忙。赠送伊3两7钱的银，甲一寡小礼物，伊就伫咧要暗的时阵真满意来离开，因为无翻译完，所以拢无法度讲起着战争或者是其他的代志。对6月1号到10号无特别的事，只敢有逐工伫咧抢水和搬运新茶啦吼。即寡代志后来也被队长来禁止，伊下令讲任何人拢不得起山，因为有一个官员反叛国王，并且已经顺和落来，而且高望人计划讲要伫咧国王陛下无伫的时阵，对卡秀遐去攻打袭击东京吼。卡秀是河内啦，吼，东京是越南的另外一个所在吼。这是因固着形象和严格敬畏的原因。为什么顾到遮个暗呢？就是因为因是要打算要去出攻打迄个河内遐，毋是攻打东京吼。伫咧即个期间，阮真迫切来听候着。Bronkhorst 先生来批，该批由一个名叫做史蒂勒威廉的当地居民伫咧今仔日下晡坐船所送来。伊是伫本国月7号被上述的 Bronkhorst 对北平派来。后壁佫落电，结果我安尼头壳叫要困去。哎呀！有起来啊！Chamber 欢迎。今仔读的这吼故事拢写甲足复杂的，其实嘛毋是复杂，就是迄个人啦、吼船啦、关系啦、地名啊啥，咱拢无熟，也无注脚，咱嘛无一定查会出来啥物所在吼，所以实在是看无吼。咱继续读了吼。讲说对带来的即个 Bronkhorst 先生写来批嘛，知影讲商品的供应无好，也知影讲资金敢若剩20箱的银，而且伫今年的7月中以前，看起来是无法度交易，也知影讲死已经无啊吼，也会当交易的就敢若剩初步吼。各位可能阁会记吼，即嘛大明其实已经强要亡国啊吼，即嘛规个西南遐其地区其实大乱啦吼，李自成吼。攻破啊！这是台湾就对啦，一直到这个满洲人吼，满洲人吼，拍落来人拍来安尼，平定了后才较安定。即嘛西南人其实因分袂出讲。满洲人其实对因来讲是一个彝族，就是讲这是国外来
来侵占因的国家，甲因灭国去。这是这个大清这个观念，应该是安尼的观念才对啦吼。结果因无这个观念，即嘛新仔人其实这个观念足薄的吼。日本人无甲因灭国吼，大清是甲因灭国的吼。即个咱继续看日志啦吼，讲摇蛋交易敢若剩初步吼，即个到即嘛拢无人要买的初步吼。这一切拢是因为国王已经出征江南吼，含上述的大官反叛伊陛下。即摆你讲的这是越南车啦吼，毋是因即个台湾遐吼。讲即个国王已经出征江南，含上述的大官反叛伊的陛下吼，所伫呢道路被强盗吼被土毁啦吼。严重来骚扰，使得必须爱对附近的地区运河前来，生理人无法度来使用迄寡道路，因此伫咧即种状况之下，贸易完全停止吼。此外，阮抑阁逐工被伫遐的长官来刀锋威胁，讲要派兵去牵走阮的商馆甲船只。因此，有时啊，真正是毋知影阮的身体甲船只是毋是爱安全吼。而且，李罗河的到位，互情况搁较恶化，互转圜的余地搁较细。转圜，我来查一个圜字，台语要哪读？环，就是读环啦吼，或者是丸吼。使转环的余地搁较细吼，因为东京人认为讲该船毋是为着要协助国王来吼，是为着要来取地侦探吼。伫伊陛下无伫的情况之下的时阵啊吼，伫卡邦人的协助之下，要去攻打遐吼。而且认为讲派即只小艇来的真正意思，嘛是为着即个目的吼。所以，就算讲 Bronkhorst 先生遵照命令，说明即寡船只前来的理由，并且真肯定来甲因讲吼，巴达维亚会来支援吼，因犹原是毋肯相信。安怎讲都无毋肯相信，讲。如果该船真正是来以善良，就应该航往国王遐去吼，无应该航来遮。因即种错误的想法，无法度通经证吼。因嘛听讲，该船所在来真侪群，因得袂到正确的消息。等下吼，继续。此外，上述的 Bronkhorst 先生写批讲，如果看到即个船顶有日本船长，就必须爱甲伊什么意思啊？必须把它住，看无？应该是往啦吼，必须把它往，嘛毋是，后壁是送去国王遐吼。有看到，就是讲，若有看到日本船长，就爱甲伊送去国王遐吼。正如以前所强调过，因此嘛赞成较早离开吼，避免被掠去送去国王遐。根据伊的想法，因所带的资金，搁较努力，也无偌大希望会当得到利益，除非冒险带军去顶头吼，上面毋知倒位吼。即个代志因为道路无安全，嘛无法度不可行吼。如此提起讲 ，Bronkhorst 比迄个陛下吼，就是国王伫个战场派去5方的人遐送去互即个卡秀的河内吼，交互长官哦。都已经哩复杂啊，结果因为翻译的，毋知是你写啥吼，佮看佮较无吼。
伫咧对巴达维亚的船只舰舰来协助拍败港南人的确实消息以前，毋准米尔们好离开。根据伫咧卡秀的谣传伊陛下已经和港南人拍过战争啊，甲因台视的和外里约500人处敌的战利品有2只加里眼船、2只枪大枪2门重炮，甲真侪步枪等等。船长 Hendrik Dux Platevoort 坐3板由瓦肯蒂斯保野号护航一段路了后，伫咧伊顶面转去的时阵，被海贼攻击2遍，并且用步枪射击。嘛有一个老妇人优先来船长，带着要来偷袭因的毒药。甲我方的人讲是大官收买伊来偷的应该是上述的船长 Hendrik Dix Prevost。今年5月20号，有一只西那人的篷船出航前往日本，所在主要货物是粗丝、丝头、苏芒子、甲肉等等。这苏芒子甲肉会对有注口讲嘛？苏芒子是东景的一种丝布，肉是一种啥？纺织物再一寡物件，约价达2000两银。该船规年拢留伫咧西努啊。今年5月19号，嘛有2只属伫关里一关的篷船抵达该处，其中一只运河溯河航行的时阵，去弄到一丛树仔来沉去。另外一只航往宜安，要去遐及时交易，以便航往日本。因所装的货物和总价值无法度知影，只敢有 Elserock 阁下知影此事。伫咧 Bronkhorst 先生的建议以及伊的考虑之下，所以就甲伊的议会决议，伫咧今仔日出航前往台湾，并且如此证明。这就是听候真久，今仔日才要到诶，听候真久，今仔日才到的原因。这是咧讲啥？我毋知影是因为我爱困，所以我读无法度通读理解，还是因为读无理解才咧爱困我毋知。10月13所查来有现款、集团甲是啦总价值是133000毫吨。有鉴伫对昨日到位的迄个神父的声明来知影讲，大部分的西那人的篷船已经拢航离开马尼拉，只敢若剩2只大的篷船甲1只细只的篷船留踮遐，听候对西印度来的云。西印度是指迄个啦，中南美遐啦来支付因所载去交易的货物，毋知影何时才会当出航，而且应该是重要吧，要绕到去而且重要的是因为卡布地博加多因为正风甲北风真恶，搁再航往遐，上述的篷船细笔就是一定爱对卡布巴林瑙出航渡海，因此议会决议要甲篷船归人号迄只龟拉尔船甲迄只领港船虽然因出巡的时间还未届满，爱尽量较紧来调回此地，甲迄寡船只来甲伊修补，然后再派去遐继续为公司效劳。为此，因暗还阁要派一个士兵，再炸一张书面命令，
去打狗，命令旁船归人号前来处地。如果犹阁看到迄只瓜拉尔船和迄只领工船，都要甲因同齐带转来，因为上述 Al-Sirach 甲阮讲的时阵，因向王打到冤劫后面的所在，理由是要去遐载水，甲这个茶。好，即天7月初一读煞。真正是读过尔啦吼，记也记袂起来，理解嘛学理解吼，平常去理解啊。7月初2，透西南风大扫好天，因此即只的港道开始平静落来。伫咧中昼的时阵，快艇日落河来入港，随来靠栈桥，来以便落河。并且准备要装上运往日本的货物，就日落河啦吼。7月初3，透西北风大扫好天。17分啊！有2只高野船出航，要前往本港掠鱼。再有12个人，一只高野船出航前往平湖。再地村么20个人，2只航船出航前往烈士。再咸鱼47个西南人。今仔日阮甲做军社后生理人食心脑饮以及90个即个批信的草本，并且国家副记吼，交互一只要航往安海的新仔人的旁船载去互因，用来劝因及时交互阮所需求的货物。暗时啊，迄个日本国去找伊派去打狗的士兵转来了，报告讲伫遐看袂到迄只旁船归人号，该船伫咧前一天已经出航了。7月初4，风甲天气又远像昨昏。有一只旁船，今仔日我咧记少尔吼。有一只旁船对刀架来到遮，载有50担盐，32个人，一只对烈士到遮，对即只船主知影讲有一支或者是1000只的旁船的船队同齐载来，对可受要航往福州的时阵，遭遇着顶回迄个歹天气，有100只船遭难咯1/10的吼。关系着食心的旁船也无消息。今仔日有4只旁船出航，3只前往西南沿海，1只前往平湖。再有一批咸鱼，合计载108人。7月初5，游玩是无啥物重要吼，我感觉。7月初5，风甲昨昏相像，有一只旁船出航前往安海，载地船22个人，有一只旁船对北方的枇杻到位载来1000张鹿皮甲10担的鹿肉，载13个人。今仔日按入所提的长老甲执事，即个按入啦吼，按入就是安怎讲？宣誓就任安尼啦吼。即个代志因为中尉彼得本的破病延后几啊礼拜日吼，愿上帝尊荣伊家己的性命，坚固伊家己的教会。7月初6，拜一啦吼。7月初6，犹原是同款的天气，
有一只帆船对海顶到位，载20担盐和一批帮载15个人。7月初7，游玩是继续同款的天气。有一只帆船出航前往金门，载有咸鱼42个人。今仔日高级大港 Simon Cornelis 坐 Alkemer 号也出航，遵照本国个初一的决议，要去找找阮出去顺益的船只。就是归人号。迄只龟拉船和迄只领港船吼，要调因转来处地，因为本国个找伊为着即个目的派去放所的士兵，伫本国个3号转来讲，因已经伫前一天到位咯。今仔日有下列的船只来到遮，所在航母甲人数如下。2只高野船对南方载茶新甲丁转来，载有12个人。4只帆船来自即个高丽啦吼，高丽什么所在？就是广东惠来省哦。合计约运来2800担糖，这嘛是阮今年订购以来第一次载来糖。愿上帝祝福，互订购航母一直拢会当像今仔日充分供应。这上述的，这上述的帆船前来的生理人讲，糖价诚悬，数量足少。因希望即寡糖爱按照所承诺的价数来收买，因如此就安尼，阁会当有4只满载糖的帆船会将倒后而来。7月初8，透北风，大扫好天，有一只高野船对偏湖到遮，载一批西瓜，载6个人。早起对一个坐舢板对南方前来的新仔人遐知影讲，公司的帆船归人号约伫10天前伫龙桥湾里因为强风遇难咯。毋过人员拢得到救，已经来到放所啊遮。今仔日收买大批运来的糖，快艇李路号已经完全准备好。要伫个明年透早开始装运，要送去日本的航母，也收到对芒港寄来迄个中士的一张刀批，知影讲顶一回迄场暴风所造成该碉堡的斜墙甲厝顶一寡损害，但是已经真容易来修复。又搁知影讲伫个关港北边，伫芒港北边有一只新仔人的帆船搁浅，但是无讲起讲是对倒位来的船也无提起着人员是毋是拢有得到救。好，7月8号。7月初9，强烈的北风，真好的天气。有2只帆船到位，一只是对着厝内载4担盐，载21个人；另外一只是对放所啊来，载有6000张落坡，12个人。今仔日迄寡载糖甲载糖的帆船落好，但是所有的糖拢无过磅，也无收买或者是检查。快艇李路号就开始装好，因为空间小，袂当装遮侪物件因为是载糖来尔。我看咱读到遮啦7月10号一撮尔甲读到煞。7月10号风甲天气游玩像昨昏，游玩你收买糖，并且装去李路号顶头好，
好，7月10号读到遮，咱来休困啦吼。因为实在太爱困，毋知你读啥。好，我来关房吼，多谢大家。